的歹，洗清阮的罪。全能的上帝，你是创造万物的主，求你做阮性命的掌权者，互你的神引带阮，保守阮有清洁谦卑的心，以及正直的灵，伫阮的生命中活出主的款式，也求主你的话刻条伫阮的心内，互阮所行所做拢是合你主的教示，成做阮一生的帮助。即时恳求主甲黄哲彦牧师伫地，互阮伫牧师的讲道中，搁较来认捌主，搁一摆来更新家己的生命。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同心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歌罗西书第2章12节到15节。请咱掀开周报的第3页。现着我用台语和日本来读。对洗礼，恁有甲基督做伙埋葬；搁对洗礼，通过信，互基督对死人中国活的上帝的大能，互恁嘛甲伊做伙国活。恁以前因为犯罪，甲肉体无受割礼，已经死；毋过现在，上帝已经互恁甲基督做伙国活。上帝有赦免咱一切罪过，撤销对咱不利，阁有法律效力的照顾，甲伊定伫十字架顶，互伊失效。上帝有解决灵界的统领者甲掌权者的权势，互因伫基督凯旋的行列中做前犯示众。愿上帝祝福听叹伊的话，阁去行的人。即时主日学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引的西瓜是：耶稣喜爱一切小孩，以及快来跟耶稣。咱遮主要的学生拢是上帝的宝贝吼，愿因献的诗歌会诚做水的歌声，吼诚做芳芳的坐到上帝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今日为咱正道的是黄哲彦牧师，
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与基督同复活，将时间交予牧师。请咱三角額頭來祈禱。天父上帝，阮閣一遍來到你的面頭前，求你的聖神，互阮通將過去一禮拜所拄着，無論悲傷、艱苦，無論歡喜、快樂，攏通佇即個時陣放落佇你的面頭前。主求你的神閣一遍用你的話語來充滿阮，互阮通過敬拜，重新得到快樂，親像鷹鳥天色為懸，互阮走袂先，行袂野。祈禱靠耶穌的名，阿門。頂禮拜，我相信咱真歡喜咧慶祝，也是講咱咧過即個過活節。過活節了後，迄是一天的節期，也是迄是一個繼續的。咱有一個真快樂的過活節，但是過活節了，咱就過去啊，迄個節日就過去啊，也是咱有繼續佇迄個所在，要思想耶穌基督的過活到底有啥物意義咧？過活其實關係到基督徒性命的問題，這是一個關係到基督徒性命的問題。咱愛不斷來問家己，迄個耶穌基督的過活對我有啥物意義？咱敢有甲基督同過活咧？這是每一個基督徒佇伊的一生中間，攏必須時常提起來問的一個問題。毋是干那講過活節迄天，咱真歡喜，咱佇遐用讚美禮拜，摕到迄粒過活節的卵過來。就轉來到佇咱的日常生活內底，只有快樂無過活的性命，咱若拄着試煉，咱有可能會跋倒，咱會可能會灰心喪志。只有快樂，咱若無真正經驗迄個過活的性命時，咱會拄着問題。佇非洲阿爾及利亞。有一間叫做迪希倫的修道院，1996年3月27日早起，有2個修士佇迄個所在，一直佇遐真細聲、呲呲吐吐佇遐咧爭執，要講經無？透早6點啊，要講經，叫莊社內底的人起來祈禱無？祈禱的時間到，6點祈禱的時間到，要講經無？因伫遐咧爭執，是毋是愛去講經？若是你會安怎感覺咧？講經啊，本來就照以往，就是講經就好啊。伫即間修道院內底，即2個修士伫遐咧爭執，因為3月27迄天早起，阿爾及利亞的反叛軍撞入去修道院的內底，甲其中7個修士攏總掠去，所以佇迄個中間，有多剩即2個修士無去互掠去，即2個修士佇遐咧爭執講愛講經啊，毋愛講經，無愛講經。行遮的莊社內底，遮的人無聽到早起的鐘聲，無起來祈禱，因的心會無平安。但是一講經落去，就是咧甲遮的反叛軍講，抑閣有人佇修道院內底，因面臨着迄種的挑戰，要講經也無愛講經。這個修道院幾個人？攏總9個人，
就即张图内底的9个人，9个人内底7个人去用掠去，剩2个。2个月了后，遮个人其中，去用掠去7个人，拢讲因已经过身，去互范盼君杀死。其实，伫迄个前几年1993年的圣诞节的时阵，因就去拄着范盼君，就是要去到伫因迄个所在，要求要甲因的院长修道院的院长见面。遮个范盼君请假咧，去到遐要找修道院的院长，爱伊交出其中的一个修士是医生，讲爱去哩因范盼君的基地伫山顶去甲一个受伤的病人来医治。这个修士院长、修道院院长伫遐甲因讲，请恁若要入来遮，将恁的枪炸出去外口。恁若无爱甲枪放咧，我要去外口含恁讲话。这是一个敬拜的所在，这是一个和平的所在。无用阮有武器入来到伫即个礼拜堂的内底。所以，这个范盼君准含伊去到伫外口。伫迄个所在，伊甲伊讲，修道院的院长甲伊讲，恁的宗教甲阮的宗教，拢总主张和平，特别伫礼拜的所在，无永远有暴力出现。恁要要求阮的修士这位医生去到伫恁遐，无法度，因为伊已经年老。无法度行遐尼远的路去到伫恁的山顶，欢迎恁甲病人送来阮遮，阮一定会伫遐甲因全力医治。然后，这范盼君佫甲伊要求讲，无互阮一寡药啊好无？阮一寡药啊好无？这个院长伊完拒绝讲真实的，阮的药啊的量多是这个庄头的人所需要用，阮无其他的药啊通互恁。范盼君无法度就安尼转去。政府知影这个消息，阿尔及利亚政府知影这个消息，伫迄个所在甲因讲，恁较紧撤退，恁较紧离开，恁有性命的危险。这9位修士伫迄个所在祈祷、读圣经、追求上帝的意思了后，因发现着讲。因若离开，这个庄社的人无法度伫遐得到最的帮助，无论伫医药，无论伫教育，无论是伫心灵顶头的帮助。所以当因坐落来开会讲，有甚物人要留落来的时阵，9个人拢总留落来。1993年。圣诞节暗时所发生的代志。1996年3月27，半暝啊，叫范盼君冲入去，甲其中的7个人掠去。这是发生伫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互真侪人笑念。留落来这2个人，犹原继续。伫其他的修道，到尾离开迄间修道院，去到伫其他的所在修道院，伫遐继续因的生活。佮我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剩落来这2个人，其实嘛是伫遐咧问讲，迄个甲耶稣基督同佮我到底什么意思？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哥罗西书第2章12节到15节，咱来一看一开始的所在，伫12章的所在，伊安尼咧讲对世咧，恁有甲基督做伙埋葬。我毋知当咱听到即句话、读到即句话的时阵，咱
有甚物款的感受呢？对洗礼，恁有甲基督做伙埋葬？咱伫洗礼时阵，敢真正有迄种的心情，甲基督做伙埋葬？是毋是即句话听起来真安那严重，讲了伤过头咧？老实讲，我洗礼的时阵，幼儿洗礼根本毋知，他有甲基督做伙埋葬。到健身的时阵，嘛无迄种甲基督做伙埋葬的经验。到底即句话咧讲，当时咱对问讲，我敢有甲基督做伙埋葬？伫洗礼的时阵，好亲像无？好亲像无？颠倒，是毋是看到即句话，会互人感觉，安尼我莫信耶稣较好，我莫信耶稣较好。有人会毋敢信耶稣，亲像即个漫画，即个漫画真趣味。咱也来看，伊伫咧讲信主进前，讲信主进前伫遐会有侪有好诶，你只要信，毋免惊。你只要有真济伫迄个所在真好。讲信主了后，开始甲伊讲，你爱奉献，你爱做礼拜。你爱做啥？你爱做啥？当时有个人伫迄个所在讲，信耶稣洗礼，信耶稣了，甲洗礼前后，迄个差别有够济。洗礼到底是甚物意思呢？其实洗礼有一个真重要的，洗礼进前，咱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咱爱亲像行洗礼约翰伫遐咧招人伫约旦河洗礼进前，伊拢伫遐讲安那天国近啦，上帝国近啦，恁都爱悔改，恁都爱认罪悔改。迄是要洗礼时阵一个真重要的代志，爱认罪悔改。毋通晓哥罗西书第2章。12节的前半段，这段阵看到阵惊着讲洗礼，伫洗礼时，恁就甲基督做伙埋葬，恁就甲基督做伙埋葬。咱都爱甲12节拢总读好了。后半段伊继续安尼咧讲，佮对洗礼通过信，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的大能，互恁嘛甲伊做伙搁活。爱看全部啦。毋通干那看半段，后半段讲照着上帝大能，要互恁甲基督做伙搁活。信仰时常袂使干那看一半，信仰爱去看全部。伫迄个全部的中间，咱才有法度通了解讲咱所信的到底是甚物。啊，伫迄个全部的中间，规个信仰的内底。咱才有法度去看出咱迄个性命到底是啥物。咱来想看觅，伫还未信耶稣之前，迄种的健康是啥物？我捌伫台中甲苗栗的交界，湾里的一个真细的所在，叫做山骹，迄间教会牧会。迄间教会有一个老姊妹是第一代的信徒，伊捌甲我讲起伊的见证。伊咧讲伊还未信耶稣之前，真惊真济物件，特别因兜是要出山，人要出山已经爱行过路，所以还未信耶稣之前，若听到遐个声，伫遐要出山的遮个发音的声的时阵，伊就赶紧甲囡仔叫入来，较紧入来厝内底，然后扫帚摕咧开始拼命啊那，伫门头前伫遐咧扫，惊遮个歹物通过的时阵会走入来因兜，惊甲要死。
当人介绍伊来信耶稣了后，伊讲游园住伫遐，游园定定的有出山的人会对因兜门头前行过。伊伫迄个所在讲，伊无搁出惊遐的物件，因为伊知影主耶稣甲伊三甲伫地，甚至伊伫遐咧讲，牧师，我有当时搁会好奇去甲看讲，探头去甲看讲，到底什么人咧出山？这是我一个会友咧讲，伊信耶稣进前的情况，甲伊信耶稣了后所面对的情况。同款住伫迄个所在，但是因为信耶稣，互伊知影讲我靠什么人，伊无搁再惊过去的欠算。13节伫迄个所在安尼咧讲，13节伫迄个所在咧讲，讲恁以前有犯罪，搁伫肉体无受甲咧已经死。现代中文译本甲伊译做讲，恁伫灵性顶头是死的，恁伫灵性顶头是死的。什么是灵性？什么是灵性？是安怎现代中文译本会甲伊翻做灵性？灵性有当时咱会误解。灵性就是爱真属灵，出喙就是爱哈利路亚，合喙就是爱俄罗主，安尼叫做灵性。其实毋是，灵性咧讲什么？你若去甲看维基百科，伊伫遐咧讲灵性。灵性伊咧讲是个人伫逐种相处关系中间，会使达到平衡的上好的状况。伫逐种的关系会使达到上好的状况，伊讲迄叫做灵性，灵性生命。但是基督教咧讲的灵性，想要达到迄种逐种关系相处，甲人甲其他的关系会使达到上好的关系，会使达到平衡。对基督教来讲，并毋是。你有法度甲人偌好，你有法度伫迄种即摆咧讲的生命教育内底，讲天人物我内底会使达到偌好。基督教的信仰内底咧讲的灵性，嘛毋是咧讲会晓讲方言，会晓医病赶鬼，拢毋是。基督教信仰内底咧讲的，就是讲灵性，就是讲迄个灵性生命，就是讲咱会使恢复到甲上帝的关系。上帝伫创世纪内底咧创造人的时，迄种人甲上帝的关系，人甲上帝的关系中间，若是有迄个充满着上帝的形象，咱就有法度伫迄个所在，人甲别人、甲万物、甲真济，咱拢有法度达到迄个平衡。基督教的信仰咧讲，人无法度去达到迄种的平衡，就是因为咱甲上帝的关系去互破坏去。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咱活伫罪的中间。基督教的话语来讲，就是咱活伫罪的内底。罪，基督教咧讲的罪。其实就是无法度甲上帝有全然正常的关系，这种无法度甲上帝有全然正常的关系，我会使举两个例，伫圣经内底真出名。第一个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了后，第3章创世纪第3章讲，上帝伫园中咧行的时阵，这两个人看到上帝，听到上帝咧行的声。阵啊呐，咪去伫树的后壁，树仔的后壁。上帝甲因讲：恁伫倒位？讲我咪咧，因为我无穿衫。本来会使真坦然来面对上帝，即马大概有穿衫，较敢面对上帝。另外一个嘛是真出名的咧，当耶稣过活了后，
伫加利利海，伫遐咧甲这学生显现。学生掠无鱼的中间，耶稣跟讲对正边拍网落去，因掠真济鱼。伫迄个时阵，有人发现讲，伫遐咧指导，徛伫岸边咧指导是耶稣，发讲是主。彼得的反应是安怎？跳落水，毋是干那跳落水尔。彼得的反应毋是干那跳落水，是安那摕起伊的衫，甲跳落水。游泳的人拢知影讲吼，上好莫有衫啦。哦，游泳选手，迄个游泳衣吼，拄爱安那，愈有法度排水，愈会安那减少阻力越好，愈好。彼得是安怎要跳落水的时阵，我伫迄个所在安那跳工，甲伊本来无穿的衫，我摕咧，较要跳落水。因为伊甲上帝，伊甲耶稣中间无法度有迄种全然正常的关系，爱野克。咱问咱家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敢有法度真正安尼，甲所有的代志拢甲上帝讲咧？也是讲咱幽怨的野克，或者做了无解好，莫互上帝知啦。要祈祷时阵拢讲好的，歹的拢安那暗藏起来。有咱时常是伫即种的状况内底，所以伫迄个所在，哥罗西书伫迄个所在，甲因讲，恁的灵性生命是死的。也未信耶稣真正，恁的灵性生命是死的。但是，上帝已经互恁甲基督做伙过啊。过去生命是死的，上帝已经互恁甲基督做伙过啊。咱敢有甲基督做伙过啊咧？迄个过啊的生命，伫迄个所在，伊继续伫遐咧讲是通过十字架，讲第14节讲，撤销对咱不利，搁有法律效力的照顾，互恁钉伫十字架顶，家己钉伫十字架顶，家己钉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上时嘛，互咱通过迄个十字架，伫遐来成做罪得赦免的记号。十字架成做罪搁赦免的记号。咱咧想象的十字架是啥物？14节伫遐，现代中文译本甲伊讲，将罪钉伫十字架，毁掉伊，毁掉遐个罪。现代台语译本咧讲是将遐个照顾有效力的照顾拢总啊撤销。我毋知咱敢捌拄着即款的代志。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若要过年，我的阿嬷就会摕一塔的纸，去到伫阮兜后壁的所在，开始伫遐来甲伊烧掉去。一摆，我甲伊问讲：阿嬷，你到底咧烧啥？是安怎？逐月要过年，你就伫遐咧烧这个物件咧？原来，伊咧烧的是过去一年中间，来到阮阿公的医生馆，伫遐看病时阵无钱通纳所留落来照条，欠一年中间到迄天29暝进前，伊就拢总甲烧掉去。甲迄个本来欠的，通过安尼甲伊毁掉去。十字架就是即种的功效。看十字架，真侪人拢真爱有十字架的砖塔。看十字架，真普遍。但是有当时咱嘛真常常去忽略伊真重要的意义。会甲伊当做一个砖塔，恁感觉讲即支十字架做了安怎？两个色伫
伫遐夹做伙的十字架。其实，即支十字架是我的囡仔家己做的十字架。十字架其实是一个讨饭的记号，毋通袂记得，迄歌罗西书内底咧讲十字架，其实就是将咱的罪讨饭，撤销咱的罪，要互咱会使伫遐甲基督同过活一个真重要的记号。这个记号咧，甲咱提醒，咱甲上帝的关系会破裂。我真爱即支十字架，是因为无共款的两色的茶甲伊斗做伙。也咧提醒讲，其实咱毋是一支完完整整的茶，咱有咱破碎的所在。咱伫遐会亲像即支十字架，你啊看，有一角伫即个所在是安那，爱补起哩，爱补起哩。其实迄是我的囡仔做毋对去了去补起哩。但是，迄就是咱的状况，咱生命的状况，有当时就是爱安尼，有一寡所在爱去甲补起来。伫遐，迄个讨饭要对什物？要对甲上帝破裂的关系中间，甲咱讨饭出来，互咱会使搁一遍来到上帝的面头前，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伫遐毋是干那对遐讨饭尔，对连界甲执政甲掌权的关系中间，咱伫遐来讨饭。亲像我当初咧讲迄个老会友共款，伊过去会行遐献圣的物件，信耶稣了后，伊知影讲耶稣基督正做伊的主，上帝正做伊的主。伊无咧搁再行过去行遐献圣遮的物件，伊知影啥物人掌权伊的性命。你敢若对遐讨饭尔，嘛爱互咱对权力、对欲望、对金钱伫迄个所在来讨饭。十字架其实就这种的记号，十字架正做一个真重要的记号，是爱咱时刻伫遐来提醒咱家己，咱就爱甲耶稣基督同死同过活，要安怎同死搁同过活咧？咱时常爱来问。今仔日的我，敢有比昨的我搁较亲近上帝？今仔日的我，敢有比昨的我搁较有上帝的形象？爱有迄种活跳跳的灵性生命，咱爱有迄种活跳跳的人灵性生命。伫遐讲爱同过活，要安怎去基督同过活，是咱爱时常问的问题。其实。迄个答案伫伫歌罗西书的第2章的第6节、第7节。伫迄个所在安尼咧讲，伫迄个所在安尼咧讲，既然恁有接受基督做主，就着甲伊结连来生活，照恁所受的教示，伫伊内面定根受起造，信心得到坚固，充满感谢。好啊，本的圣经，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安尼写，讲接受耶稣基督做主，恁的生活必须用伊做重心，伫伊内面定根成长，建立信心。这就是基督徒，咱每一礼拜来做礼拜的时阵，三甲敬拜上帝的时阵，咱爱三甲做伙。提醒，互相勉励。每一天的生活内底，不断爱去问：我有活伫我的生活有用伊做重心无？我的生活有用伊做重心无？也是咱行出礼拜堂了后，上帝是上帝，我是我咧。过去伫美国，因有发起一个运动，嘛有做真济物件。上出名的就是有一个手环，手环顶头有写 WWJD， 伫遐咧讲耶稣要安怎做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伫迄个所在，耶稣会安怎做？当咱
灶骹咧炒饭的、咧煮菜伫遐咧煮饭的时，咱敢有去想讲，耶稣会安怎做？最近我若拜六拜日都爱劝阮的囡仔的三顿，因为牧师娘转去照顾我的老爸，转去伫台东照顾我的老爸，所以我都爱家己伫遐劝三顿。伫迄个所在，我真好提醒，当咧伫遐咧切菜，伫遐咧炒迄落的时阵，会伫遐咧想讲到底要安怎做？耶稣若是耶稣，伊会安怎做？伊敢会亲像要互5000个人食饱共款，饼摕咧、白白咧了，就互我的囡仔食咧？还是伊会伫遐来料理一顿出来？我会感觉讲，伫遐咧一面咧煮的时阵，一面咧想，讲耶稣可能袂安那，袂摕5块饼2尾鱼，准白白的准互因食，食了就煞。伊有可能会伫遐用时间去炒菜，会伫遐煮饭，伫遐来互遮个囡仔食。当时咱来问讲，耶稣会安怎做？当你看到你的囡仔成绩毋是你所想的时阵，你会安怎？有个人会受气。我伫 FB 顶头看到一个牧师甲伊的查某囝的对话，伊的查某囝伊讲啊，即回我的国文安那没救了。我甲伊讲，我这次国文没救了。因老爸讲啊，到底是安怎？伊讲吼，就错一题没有办法100分啊。有当时咱的囡仔会安尼咧，真注重分数，耶稣会安怎做？在咱的生活内底，咱其实爱将耶稣带入伫咱的生活内底，要安怎甲耶稣用耶稣最中心？伫耶稣的内底，咱爱会记得，咱是活伫耶稣的内底，毋是活伫耶稣的外口。毋是活伫耶稣的外口。灵性生命是要定根伫耶稣的内底，毋是伫耶稣的外口。伫外口，有可能咱会去找迄个所谓的捷径，较紧的迄条路。台语真趣味，台语叫做啥物？短路、低路啦。捷径要安怎翻做台语，就叫低路。但是毋是，咱爱搁倒转来耶稣的生命内底。咱才有法度甲耶稣同过啊！过啊，绝对毋是一个主日的代志。过啊，是每一天拢爱经历，伫遐咧经历新的生命，互咱问家己讲，是毋是有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逐工拢甲昨无共款，逐工拢愈来愈接近上帝的形象，满有上帝的形象。咱都爱互十字架，毋是干那诚做一个砖塔，是诚做咱活出基督样式的记号。亲像迄伫阿尔及利亚的修道院内底，遐个修道士共款，遐个修道士的故事去用拍做电影，咱来看伊的预告片。Voici la nuit, l'immense nuit des origines, et rien n'existe hormis l'amour qui se dessine, en séparant le sable et l'eau, la terre où tomberait le feu. Naster doit avoir une protection militaire. Je pense que ce n'est pas souhaitable, non. Et comment pouvez-vous dire ça? Et qu'est-ce qu'on fait s'ils viennent au monastère? On se laisse tuer gentiment? C'est un risque, oui.
Peut-être faut-il partir. Est-ce que ce village a grandi avec le monastère? Si vous partez, on ne saura pas où se poser. Les consignes deviennent très sérieuses. Vous savez bien que personne d'autre que nous peut nous décider à quitter ce pays. Rappelle-toi, l'amour espère tout. L'amour endure tout.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Souhaite rester.2010年，从阿尔及利亚迄个故事发生伫修道院，即个故事，甲伊拍做电影，叫做《人神之间》。想出来放即个电影的预告片，因为今仔日是大众传播的纪念之日。的奉献之日，大众传播就是要透过媒体，将耶稣基督的信仰来传开出去。亲像他们带这部电影，就是其中一个例，互咱会使通过影片、通过电子媒体来讲出上帝的奇妙、上帝的作为。大众传播基金会过去。捌经营新眼光电视台，真不幸，嘛会使讲是咱准备无够，也是讲咱冲了伤过紧，直到尾失败。2010年的时阵，第一遍出现财务危机，拄好我做董事。大众传播伫遐搁再一遍。伫迄个中间危机的中间，通过上帝的怜悯，互伊搁再爬起来。不过一遍来出现危机，但大众传播基金会虽然无继续用新眼光电视台正做大众传播的媒体，但是伊有缘通过即马咱真流行的网络，来到伫网络的世代中间，透过无共款的方式。伫遐继续咧做一种的工课，比如讲，伊请叶景安牧师分苏格兰风笛来介绍咱的神圣诗；比如讲，伊将真言内底话透过差不多3分钟、5分钟的短剧，伫迄个所在来甲伊演出来，嘛有透过牧师的讲道。恩典悄悄话等等，这个真底的影片，互人伫手机啊，互人伫一个休困的时间会使去欣赏。继续透过这种的方式，伫遐要来讲出上帝伫台湾做奇妙的作为。有跋倒有失败，却伫遐搁重新徛起来。大众传播基金会需要大家继续加以关心，并无因为讲即马伫 MOD、伫有线电视台看袂到新眼光电视台，所以咱就毋免去关心这件代志。咱用无共款的方式，继续伫媒体宣告顶头咧拍拼努力，请大家会使为着大众传播基金会来奉献。嘛，为着大众传播基金会的媒体事工来祈祷。若无恁的祈祷，这个基金会无法度有气力继续行落去。若无恁的奉献，伊就无法度去做出好的节目，伫遐来影响侪人。请咱会使亲像咧，互耶稣基督、甲耶稣基督同过啊，迄种的心情来听惜。来为着大众传播基金会来祈祷奉献，互因也通搁再一遍，甲基督同过活伫媒体宣告的顶头。请咱三甲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你的疼，互阮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甲伊同死，也通过你的应允，甲伊同过活。主求你的神，互阮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通经验你甲阮三甲之地，阮通将阮的生活用耶稣基督最重心，也指耶稣基督成做阮生活的主，阮伫日常中间时常来甲伊亲近。帮助阮，互阮通用阮的生命成做见证，互阮通用阮的生命一个真平凡的生命来讲出你的疼、你的恩典、教育阮用。主求圣神帮助阮，互阮通活出甲耶稣基督同去活的生命，伫阮人生的内底。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321首，圣诗321首。我主，我救主，我真爱的完全，请起立。即时咱同心来奉献，请吴承安技师甲方美珍技师来施献。
起立。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透过无私的感动，提起咱甲是咱要认罪悔改，专心跟对你，感谢你。只是咱奉献一撮金钱，互教会路用，求主接纳。咱同心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真济。这是咱来迎新报告，迎新报告的大声，毋知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无？好，咱来报告。报告的事项第1点，本主日是大众传播主日中心奉献主日，感谢黄泽燕牧师代表该中心来本会正道，只是嘛，佮代表教会牧师说多谢，咱拍抱啊，谢谢黄牧师。今日礼拜了后要召开中执会。第2，各项奖学金办法修正有公布伫公告栏，请兄弟留意。第3，申报所得税需要的奉献证明已经有放伫市议奉献地，请兄弟爱记哩摕。第4，32上午10点到12点伫本会音乐侍奉团举行赞美敬拜演习。邀请相邻教会蔡宇恩姊妹分享，主题是敬拜这条路。若有兴趣的，请甲音乐侍奉团的团长冯燕云姊妹报名。第5，后主日是青年曙光纪念主日，由新学生林正忠老师讲道。礼拜中安排本会社青、学青、青少年团体参与活塞，请兄弟嘛继续为青年曙光来关心代祷。第6，新营主日后举办信用造就班，请吴芬兰传道东引讲师。对5月第1周到7月底，总共是3个月，欢迎兄弟报名。具体消息，原本今日下晡2点到5点，伫罗东教会举行的南阳区信徒造就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延期到6月12日举行。第2，5月17上午9点到12点20分，伫本会举行2022年暑期甲主日学教材演习会。要参加的，请主日学校长曾建明执事报名，费用由主日学专业补助。第3，5月17下晡1点到3点半，伫台北相邻教会举行北部大会女宣道会100周年感恩礼拜加奉募款的音乐会。要参加的，请妇女团体会长赖碧爱姊妹报名。牧师遮有补充吗？各位兄弟平安。平安。咱最近因为疫情有较起来吼，所以昨小会也有一寡的决议今仔日等下开中执会也有一寡措施的迄个来做一寡调整但是就是讲伫咧初步，就是咱伫咧小会部分，遮已经有决议，就是讲，若确实疫情较严重的时阵，也会通鼓励咱兄弟，咱就直接伫咧线顶面顶来做礼拜。如果若确实讲，咱拄好做礼拜的即个过程内面，落尾手后来被发现讲有即个确诊的人，甲咱同齐做礼拜的时阵，小会这边才有决议，就是
咱就对迄礼拜礼拜有做礼拜，迄礼拜，安尼开始算14天，就是拄好到中会过一个礼拜日，就那变做用直播的方式，就讲咱变做无实体礼拜，一直到拜六，搁伫咧周间的聚会部分拢总暂停，会到时阵会用安尼的方式来去处理。如果若假使是牧师确诊，安尼就是如果牧师若还阁有法度讲道，就是牧师直接用线顶讲道，若牧师无法度讲道的时阵，就是由咱的代议长老、遮的长老一个教轮安尼来讲道安尼，差不多就是大约的情形，差不多已经有讲到就是遮因为下晡还阁有一个中执会爱处理。所以一寡较详细的情形，可能伫咧后礼拜才有法度较清楚，甲咱所有正兄弟来讲。也像讲，请咱所有正兄弟，咱也伫咧即马生活中爱真注意咱的生活。咱若出入公共场所，请咱会记得爱戴咱的喙掩口罩，出入若去到倒位了转来，请会记得爱赶紧的洗手，等等遮个措施，帮助咱，互咱会通减少拄到遮个情形。所以也请咱所有正兄弟拢注意咱家己的这生活嘛毋免为着这个事来安尼真担忧啦因为渐渐来，因为咱真侪人拢有注满3剂的这个疫苗，所以过来差不多会较亲像咱流行性感冒共款安尼拢是轻症较侪，所以咱毋免为着安尼的代志来足真侪的担忧。但是教会需要有做一寡措施，所以互咱正兄弟了解。以上的补充报告。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这是听你听阮的祈祷。现在台湾的疫情非常的严重，每一日有愈来愈多的人确诊，感染的风险嘛愈来愈悬，尤其是囡仔。亲爱的爸上帝，求你施恩来帮助阮，亲自来看顾医治。求上帝保守阮伫面对疫情无惊吓，会当用信心甲上好的准备，行过病毒的威胁。即时，阮也为着乌克兰来祈祷。主啊，你是慈悲疼痛人的上帝，也是和平的人君。你甲是阮爱彼此相疼。总是人有罪，心内愈来愈贪心、骄傲，看家己比上帝较大，为着家己的私欲来发动战争，侵略别个国家。求上帝保守乌克兰甲因的子民，真侪人伫战乱中失去因的家庭、生活，各为因的一切。求上帝做因的帮助，亲自安慰。求你消除人类的贪心甲自大，平息战争，互世界重新得到和平。阮也为着设教70周年教会献动的意向献上祈祷，求主互阮有合一的心，知影上帝希望咱用教会成做一间怎样的教会，做伙来起造一间合伫上帝旨意的圣殿。阮也为着教会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求主来医治、保守、看顾，也保守教会的兄弟姊妹有主来的平安甲喜乐。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请咱做伙来吟上吟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线，请林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呀，
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透过阮今仔日对主你所领受的话语，主你搁一届来提醒阮，主阮需要对主你领受你迄个国外的性命，阮需要用着主你来成做阮生活、阮性命的中心，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来得到安尼定根来成长，也互阮因为伫主你的内面，互阮会通建立一个满满有对主你来的迄款的信仰、信心的生活，互阮活出主你所爱阮活出的迄款的国外的迄个生命的款式。愿你的神不断来提醒阮、帮助阮、引带阮行头前的道路。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互恁的是信实，伊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在列岛避讳。